我知道你肯定又喺度剪埋啲衰嘢。Hello， 大家，今日 Donna 帶你哋睇一個特色嘅海景天台單位啊！喺香港想揾一個海景單位咧，唔係冇得揀，而係你冇揀啱。今日 Donna 介紹嘅呢一間 CLYC，絕對你睇完之後都即刻同我約睇樓啊！首先同大家講一講最關心嘅就係呢一間4房2套連埋工人房，我哋4至6人一定夠住啊！最讚嘅就係個客廳同埋個平台係連成一線嘅，喺香港就絕對罕有啦。喺呢度夜晚開 P 同埋睇星星就可以隨你喜歡。喺香港住竟然有咁大個平台，再加埋個空中花園咧，就真係好少見㗎。而且落樓步行到海邊都只需要晨跑、放狗，全部都方便到爆啊！過埋對面就已經有個商場同食肆，樓下直情有個巴士總站。無論係自住定係將來轉手，呢一種特色嘅單位升值空間絕對係普通單位更加讚啊！想喺香港擁有到一間咁有特色嘅平台同埋空中花園嘅話咧，就一定要留意住呢一間 CLYC。如果大家想到現場睇睇嘅，就同 Donna 講聲啦。我哋下一集再見，拜拜！感謝關注。